金片分客仔中集。即遍Jack本底是按算讲要互因三仙细仙仔红人搁较济时间通工课，毋过伊算规工诶，算甲伤欢喜，搁食真济好米，煞全困过头。Jack搁精神诶时，塔顶诶大钟又搁在哼哼叫，要讲8点啊！伊赶紧为眠床顶跳落来，要去摕迄个金片分客仔。毋过伊袂记得家己甲撇伫底啊！一直到钟开始弹诶时，伊才伫枕头下骹找着。伊紧甲客仔开开，乒乒乓乓甲工课排出去。过来，你毋捌看过即款场面啦？因三仙细仙仔红人，小家、滑倒、下戏、春运、赶要工课，拢伫同时间发生。看因安尼，也感觉家己晕死诶。毋过，就伫8点诶钟，等上尾一声诶时，另外一个轻松快乐诶婚礼钟声响起。湖诶中央出现一栋起伫12支金仔大条顶诶城堡，城堡边仔阁有一间教堂。城堡已经为着婚礼装塔甲气派阁礼倒。内底金人甲萝卜客甲10钱，逐人拢穿伊上好诶衫。这从来都毋捌看过即落光景。当然啦，主人迄个青春活泼诶祖囝嘛毋捌看。伊困无仔还伫咧，当伫隔壁间诶窗仔边，伫看外口诶情形。伊看起来是遐尔水，阁遐尔无烦无恼。所摆因迄三仙细仙仔红人要飞倒转去金片分客仔诶时，害Jack感觉真压杂，因为Jack就爱倒退一步让因过，无通去看水姑娘啊。毋过因三仙比Jack阁较压杂，一直细细念讲，安尼装起装落有够忝头。所摆伫因三仙甲客仔关起来开始讲诶时，Jack感觉好佳哉，心内真欢喜。当然Jack尾仔就甲迄个青春活泼诶祖囡仔成亲啊，因过着幸福佮美满。Jack有水衫通穿，有好米通食，有优秀诶萝卜通甲伺候，佮有济济出嫁诶朋友随在伊去甲人交陪。所摆，伊即马当好运，毋过伊还毋知影，因老母诶酒厂总有一天会甲伊带衰。这代志就是安尼发生诶啦。有一日，Jack和一阵新书淑女做伙去拍蜡，伊袂记得爱甲迄个金片分客仔为假诶落地仔换去迄领乌倒红诶蜡种呢。问题Jack是一直拢有甲金片分客仔随身带咧，若万不至就有通用。今仔日煞甲老交伫厝呢。过来，使用人来伫试伊诶衫裤诶时，迄个金片分客仔去互家老伫涂骹，客仔全咔一个开开。因三仙细仙仔红人，就哪下戏哪春运。为客仔内跳出来，刷落因三仙红人，发现讲伊毋是真正去互叫出来，现此时嘛毋是啥物性命危险的时机，因去甲爬起来跳，讲因困甲想要甲城堡迄12支金仔跳，佮有全部的物件拢款款的做伙飞走。迄使用人听到这的话，随着用心甲听互斟酌，佮问讲：恁敢有知着安尼做？因笑甲险口闪着，因讲：阮啥都有法度啦。这个使用人有哪真奸巧，随着因讲：安尼就替我甲城堡挂内底所有的一切，拢总甲刷回海的迄边去。
安尼主人就袂当来甲咱搅扰啊。实在讲，因这3身细身的红人，根本就免听这个使用人的命令。毋过，因的确受够脆弱啦，才会使用人话拄讲煞，任务就已经完成啊。所摆因迄阵拍拉的人转来到地时，侥幸哦，城堡、教堂含金仔条拢消失甲无看影。头起先，大家拢认为热是一个蓝魔的变身啊，尤其是因丈人啊，佮威胁讲要对付伊，因为伊欺骗伊迄个青春活泼的祖囝。毋过最后，伊有同意互热12个月佮过1天的时间，互伊会当去找城堡，佮甲城堡炸转来。所摆热骑一只好马，佮地寡钱，人就出发啦。伊走真远，嘛走真紧，东南西北四界丛，大通小路仔走透透，树林山谷嘛顺了了，搬山过岭，连牧场嘛无漏交，就是毋知影城堡走去谁因兜。最后，伊来到全世界鸟鼠仔的王的王宫。王宫的大门前有一只细只鸟鼠仔，穿连仔甲地光的头盔在徛哨。伫热无甲家己的目的交代互清楚进前，拢无爱互热入去。热甲伊回清楚了后，伊才放热过去内底门，伫徛哨的鸟鼠仔遐。安尼回过一遍，搁一遍。上尾，热才去到王的议事厅。王坐伫内底，四边边拢是伊的鸟鼠仔大臣。鸟鼠王真好咧，甲热接待，佮讲伊对失踪的城堡的代志拢无清楚。毋过伊是全世界的鸟鼠仔的王，凡是伊的大臣还是人民，有人会知影。所摆伊命令伊的总管大臣讲，明仔载早起要召开大会。当这时，伊嘛用对待王室的礼数甲热款待。毋过，过当天早起，为世界各所在来的乌的、普的、白的、花斑的鸟鼠，拢总聚集做伙，因逐只齐声应讲。大王陛下在上，真实嘞！我拢毋捌看过迄栋失踪的城堡。所摆鸟鼠仔王就讲：安尼你就爱去问阮兄哥啊，伊是全世界最佳的王，伊凡事会当甲你讲，甲你的马留伫遮，骑我的马去，伊捌路会安全甲你送到地。热就安尼骑王的马去行。伊骑到外口门的时，看到迄只鸟鼠仔哨兵已经落哨，当要离开。这是一个心肝袂歹的少年家，伊有留一寡暗长的芳友仔，要答谢迄只鸟鼠仔哨兵进前的好意。所摆伊就甲手伸入去落地仔，甲遐个芳友仔摕出来。则讲鸟鼠仔兄，这互你。进前的代志，劳烦你啊，真多谢你。鸟鼠仔嘛多谢伊遐好咧，佮甲热问讲，敢会使带伊做伙去水家王遐？热讲，安尼毋通，我惊会去得失着你鸟鼠仔王。毋过鸟鼠仔坚持讲，凡事我会当甲你斗3工啦。左摆。伊就为马仔的后骹开始爬，顺势爬过马仔尾，爬起哩，闯入去热的落地仔呢。迄马仔嘛开始走甲紧簌簌，实在是伊足无介意鸟鼠仔伫伊身躯顶走来走去。最后，热就去到全世界最佳的王的王宫。王宫大门前有一只水鸡。穿料身真好的战甲，
甲黄铜的头盔在徛哨。这只哨兵水鸡毋予Jack入去。毋过鸟鼠仔跳出来话讲，因是为全世界的鸟鼠仔的王遐来的，爱随互因入去，袂当应承。因就互带去王的技术厅。水鸡仔王的士兵边仔拢是穿甲真车花的水鸡仔大神，毋过真无彩。王嘛是毋知影迄栋起伫金仔条顶悬的城堡的代志。水虻王过转工早起嘛是有召开全世界的水鸡的大会，毋过全世界的水鸡拢总因讲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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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拢知影这伫水鸡仔话内底就是咧讲无的意思。所拜水鸡仔王就甲Jack讲，现此时就剩一步尔，你就爱去问阮兄哥，全世界的鸟仔的王，伊的神明不是拢伫天顶在飞，凡说有人会看到什么影只，甲你骑来的马留伫遮，换骑我的马去，伊捌路会甲你安全送到地。Jack 就过去行，Jack 心肝袂歹，又留一寡暗长的香油仔，就送互迄只拄落哨的水鸡仔哨兵。水鸡就讲要含Jack做伴做阵去，刷落来Jack家己绝的时，伊就做伊跳去你马大顶，第二跳就跳去马仔尻川，佮跳一下就跳入去Jack另外一个落地仔。过来，马仔就走甲亲像死人遐紧，实在是伊无介意迄黏踢踢的水鸡，捅一下落伫伊的脚趾边。佮过无偌久了后，Jack 就去到全世界鸟仔的王的王宫。王宫正门有一只厝鸟仔甲一只乌鸦，因两个的肩胛头拢派一支火枪，来来回回在巡逻。Jack 看一下笑甲强要变过。这时鸟鼠仔甲水鸡为Jack的落地仔发讲：阮是王派来，臭小囝，紧放阮过！迄哨兵去互因画一个，拢三无脏，无搁加问就放因过啊！